今日 Cindy 帶大家睇港島南區 One Stelly， 呢度係稀有嘅複式單位，總共177平方，4房雙套帶有家私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客飯廳橫切面採用落地採光窗，空間明亮通透，建築由大師 Robert A.M. Sturz 設計，每個位置都透露住地中海嘅藝術感。而廚房都係用咗世界各地嘅名牌家電，當然唔少得 Sub-Zero 嘅雙門大雪櫃啦。除咗內置樓梯，仲有電梯可以到達樓上。向住靜謐嘅山景預留咗一間書房，以及一間客房俾鍾意寧靜嘅客人。而望住海景方向，當然會留返俾兩個較大面積嘅套房啦。落地窗、大浴缸，仲有雙洗手盆，係主人套房嘅標配。One Stelly 嘅精緻生活，你又想唔想擁有呢一片海景呢？